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8。以赛亞書25章8節安尼講：上主啊，佇你審判的路，阮在聽候你。阮的心較無你受尊重的名。三角來祈禱，阮聽候你，閣較無你受尊重的名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！阮佇你的面前安靜聽候，阮的心切切較無你，親像鹿喙焦較無溪水。阮的靈單單仰望你，因為你是阮的盼望，阮的拯救。主啊，你的意念遠過阮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遠過阮的道路。主啊，願你的名受高舉佇全地。主啊，你的名是阮要學老的，你的陽光是阮所較無的。主啊，佇這黑暗的世代，阮渴望你的公義佇阮的中間來顯明。主啊，阮要聽候你，親像佇暗暝聽候天光。佇你審判的路，阮在聽候你。阮的心較無你受尊重的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